清晨6点半，你睁开眼睛，准备下床去上厕所，脚刚碰到地板，整个人突然一晃，心跳莫名加快，头有点空空的，像漂浮在半空中。你赶紧扶住床沿，差点踩到地毯边缘绊倒。这个瞬间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起床后的前3分钟是一天当中跌倒风险最高的时刻。我是刘国，非医师职业，老年内科30多年。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很多长辈都忽略的危机。早晨下床那一刻，身体就像一台放了一整夜没充饱电的电动机车，你一催油门，它不是顺顺启动，而是猛然一顿，甚至熄火。你的平衡系统也是一样，睡了7、8个小时，关节的位置感、肌肉的反应速度、大脑对身体的控制，全都还在休眠模式。这时候如果急着站起来，脚步会不自觉地拖着走，我们医学上叫 shuffling。gait 也就是拖行步态，一拖行，鞋尖很容易勾到地毯边、门槛或者浴室地板的积水，一个重心不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是请你放心，你不需要做什么高强度的训练，也不用到健身房，只要3个简单的动作，坐在床边或椅子上就能做，总共5分钟就能唤醒你的平衡系统，大幅降低跌倒的风险。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如果你跳过影片的最后一部分，你很可能会做错第3个动作的顺序，那样的话，效果几乎等于0，甚至可能让你更容易头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平衡系统的启动是有顺序的，我们的身体需要按照特定的步骤，从脚踝开始唤醒，接着是髋部和核心肌群，最后才是侧向稳定系统。如果顺序错了，大脑接收到的讯号会混乱，你站起来时反而更容易晃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等一下我会一步一步教你这3个动作的正确做法，还会给你一张30秒检查清单，以及一个简单的自我测试方法，让你追踪自己的进步。现在让我先解释为什么早上起床时，身体会像机车一样顿一下。想象一下，台北捷运刚启动系统的时候，所有的电力、轨道、讯号灯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全同步。如果列车在系统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开动，会非常不稳。你的身体也是这样，睡了一整夜，你的平衡系统其实是在待机状态。具体来说，有3个重要的部分需要重新启动。第一，脚踝的本体感觉，也就是你的关节对位置的感知能力。睡觉时，脚踝几乎没有动，这个感知功能会变迟钝。第二，髋部和核心肌群，它们是你身体的引擎，负责提供站立和行走的力量。第三，侧向稳定系统，包括臀中肌和腹斜肌，这是你从坐姿站起来时，防止身体左右晃动的关键。如果这3个系统没有唤醒，你下床时就会不自觉地拖着脚走，拖行步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脚尖容易勾到地毯边缘、门槛或者浴室里的止滑垫。高雄的陈伯、台北的林阿姨，还有新北的张先生，他们都曾经在早上起床后的几分钟内，因为这个原因差一点跌倒。但好消息是，平衡系统是可以唤醒的，而且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按照顺序启动3个部分。第一是脚踝，我们叫它锚点；第二是髋部和核心，也就是引擎；第3是侧向稳定，这是你站起来的开关。你不需要记一大堆专业术语，只要记住锚点、引擎、开关，按照这个顺序做，就能安全下床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1个动作，第1个动作叫做踝关节绕圈，
英文是 ankle。Circles 这个动作的目的是唤醒你的脚踝，让它重新找回对位置的感知能力。很多人做这个动作时会犯一个常见的错误，转得太快，而且整个大腿和髋部都在动。这样的话，真正来自脚踝的讯号会被杂讯干扰，传到大脑的资讯就不准确。等你踩到地板上，尤其是有点滑的浴室地板时，脚踝反应不过来，就容易滑倒。正确的做法是这样的：坐在床边或椅子上，背挺直，双脚自然垂下。先抬起右脚的脚尖，脚跟可以轻轻碰地或悬空，然后用脚尖慢慢画圆，顺时针10圈，逆时针10圈。记住3个关：渐次、慢、大、稳。每一圈都要画得慢一点，圆圈紧，量大一点，速度保持稳定。做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听到脚踝有一点咔咔的声音，只要不痛，这是正常的，代表关节在活动。如果你有膝盖或踝关节的问题，可以这样调整：把脚跟轻轻放在地上，只抬起脚尖来画圆，这样对关节的压力会小很多。追踪进步的方法也很简单。第1周每天早上做10圈顺时针，10圈逆时针。第2周开始可以增加到12圈。同时，你可以给自己的早晨僵硬程度打分数，0分是完全不僵硬，10分是非常僵硬。记录下来，你会发现大概2周后分数会明显下降。记住2个要避免的错误：第一，不要用整个髋部去转圈；第二，不要憋气，要保持自然呼吸。做完这个动作，你的脚踝已经醒过来了。接下来要启动引擎。第2个动作叫做坐姿抬膝，英文是 seated march。这个动作要唤醒你的髋部和核心肌群，也就是身体的引擎。为什么需要这个动作？因为拖行步态最大的问题就是脚尖抬不起来，很容易勾到地毯边缘或拖鞋的底部。我看过太多长辈在客厅走路时，因为膝盖抬得不够高，被地毯绊倒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你把膝盖抬高，走路时就不会再拖住脚。做法是这样：继续坐在床边或椅子上，想象有一条线从你的头顶往上拉，让你的背自然挺直，然后轻轻收紧腹部，想象把肚脐往脊椎的方向拉。这个动作我们叫做启动核心。接着慢慢抬起右边的膝盖，大腿离开椅面，停留1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，要有控制，不要让腿突然掉下去。换左腿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持续做60秒，左右腿交替。如果你有腰痛的问题，可以用双手轻轻抱住肚子，这样可以提醒自己先启动核心，再抬腿，对腰部的压力会比较小。追踪进步的方式是记录60秒内你可以抬几次膝盖，但记住质量比数量重要，宁可做得慢，做得标准，也不要为了求快而动作变形。目标是每周增加10%。比如说这一周你60秒可以做20次，下周试住做到22次就好。2个要避免的错误：第一，不要身体往后仰来借力；第二，不要让腿像啪一声掉下来，要慢慢放下。做完这个动作，你的引擎已经启动了。接下来是最关键的第3个动作，也是最容易做错的。第3个动作叫做骨盆侧抬，英文是 pelvic lift。这个动作要唤醒你的侧向稳定系统，也就是臀中肌和腹斜肌，这是你从椅子上站起来时防止身体左右晃动的关键。我有一个病人，高雄的陈伯，67岁，他以前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都要用手撑着扶手才站得起来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不撑的话会觉得站不稳。后来我教他做这个动作，10天之后他就可以不用手撑，直接站起来了。原因就是他的侧向稳定系统一直在休眠，没有被唤醒。做法是这样：
继续坐在床边或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与肩同宽。现在把你的重心慢慢移到右边的臀部，右脚用力踩地，然后把左边的骨盆稍微抬起来，大概0.5到1公分就好。想象你在左边臀部下面塞一张纸，这时候你的肩膀要保持水平。想象你头上顶着一杯珍珠奶茶，不能让它洒出来，保持2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，换边坐，持续60秒。如果你有髋关节置换手术的病史，或者髋部疼痛，可以把抬起的幅度缩小，重点是保持肩膀水平，这样就能训练到侧向稳定的肌肉。追踪进步的方式是注意你站起来时髋部晃动的感觉有没有减少，给自己打分数。0分是完全不晃，10分是晃得很厉害。大概2周后，你会发现分数明显降低。做完这3个动作，你的平衡系统已经完全唤醒了。但是顺序很重要，很多人就问我这3个动作顺序真的有差吗？可不可以随便做？答案是顺序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做错顺序，比如说先做骨盆侧抬，再做踝关节绕圈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错误的讯号，站起来时反而容易有一瞬间的头晕。正确的顺序是：第1，踝关节绕圈；第2，坐姿抬膝；第3，骨盆侧抬。这个顺序叫做黄金顺序。为什么？因为平衡系统的启动必须从下往上，先唤醒脚踝这个锚点，让大脑知道脚在哪里，接着启动髋部和核心这个引擎，让身体有力量，最后打开侧向稳定这个开关，你才能安全站起来。时间点也很重要，这3个动作要在你起床后的5分钟内完成，也就是还坐在床边的时候就做，不要等到站起来走了几步才做，那时候已经错过最佳时机了。但是有几种情况不适合做这套动作。如果你早上起床时头晕得很厉害，或者有明显的姿势性低血压，也就是站起来时血压突然下降，那就先休息，喝一杯温开水，做几次深呼吸，等症状缓解再做。我建议你把这3个动作的流程印出来，贴在床头，这样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能看到。整个流程只需要3到4分钟，非常简单，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。做这套动作的时候，有3个红色警示，你一定要知道。第1，如果出现突然的刺痛，不是那种肌肉酸酸的感觉，而是像针刺一样的痛，要立刻停止。第2，如果一边的手脚突然发麻无力，也要马上停下来。第3，如果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，要赶快扶稳，叫家人过来。如果症状持续，要立刻打电话叫救护车。相反的，什么是安全的讯号？做完动作后，脚踝或髋部有一点紧绷感，微微发热，呼吸平稳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代表肌肉有在工作。如果你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膝关节退化或者内耳前庭功能不好，你还是可以做这套动作，只是要调整，比如说踝关节绕圈的圈可以画小一点，坐姿抬膝的高度可以低一点，骨盆侧抬的幅度也可以减少，重点是慢慢来，把时间拉长，让身体适应。除了这套动作，我还要提醒你这几个防跌的小技巧。第1，穿鞋底有指滑纹路的室内拖鞋，不要穿太软或太滑的。第2，床边放一盏小夜灯，半夜起来上厕所时才不会摸黑。第3，浴室地板要铺纸滑垫，尤其是淋浴间和马桶旁边。这些都是很小的改变，但是可以大幅降低跌倒的风险。平衡训练加上环境调整，双管齐下，效果最好。除了运动，早餐吃什么也会影响你的平衡。
很多长辈早上喜欢喝全糖的珍珠奶茶，或者吃卤味配很多酱汁，这些食物糖分和盐分都太高，容易造成脚部水肿、体重增加，血压也会微微升高。长期下来，对平衡和关节都不好。那早餐应该怎么吃？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便利商店或便当检查清单。第一，优先选择鲜奶或无糖、豆浆、糙米饭团，还有鱼蛋、豆类。如果要喝饮料，选微糖或3分糖就好，大概30%到50%的甜度，珍珠也尽量少加。第二，减少反复油炸的食物，还有很咸的蘸酱。还有一个小秘诀，早餐的进食顺序也很重要，先吃蔬菜，再吃蛋白质，最后才吃淀粉，这样可以减少血糖的快速波动，我们叫做避免血糖冲击。血糖稳定，身体的能量就稳定，站起来时也比较不会头晕。我知道改变饮食习惯不容易，尤其是对长辈来说，但是你可以一步一步来。比如说，这周先把全糖饮料改成半糖，下周再改成微糖。早餐的饭团本来吃白米的，下次试试看糙米或五谷米，这些都是很小的调整，但累积起来对健康的帮助非常大。运动加上饮食2个配合，你的身体就像加了好的燃料，引擎会跑得更顺。很多人做了几天之后，觉得好像没有马上变得很有力气，就放弃了。其实进步是需要时间的，而且有时候进步很微小，你不一定能立刻感觉到。所以我建议你用3个简单的指标来追踪自己的进步。第一个指标，踝关节绕圈的次数和质量，你可以记录自己能不能做到慢、大、稳，每一圈是不是都画得很圆。第二个指标，坐姿抬膝60秒内的次数，记住不要为了求多而牺牲质量，每一次抬膝都要抬得高，身体不能后仰。第3个指标，从标准高度的椅子站起来，不用手撑。一般椅子高度是45公分，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不撑扶手就站起来。除了这3个指标，你还可以给自己的早晨平衡感打分数，0分是完全没问题，10分是非常不稳。每天记录下来，你会发现大概2周后，分数会明显进步。我还建议你在镜子上贴一张纸，写着“我是晨间启动者”，用台语就是晨间动能者。每天早上看到这张纸，提醒自己要做这3个动作。你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告诉你的子女或孙子女，让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他们会支持你，也会提醒你。有了明确的指标，有了家人的支持，你会更有动力持续下去。记住，进步不一定要很快，但一定要持续。最后，我要再强调一次，如果你做错第3个动作，或者跳过了正确的顺序，80%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所以顺序真的非常重要。现在让我给你一个30秒检查清单，你可以每天早上照着做。第一步，坐直，深呼吸，喝1小口温开水，5秒钟。第二步，踝关节绕圈，顺时针10圈，逆时针10圈，每只脚大概20到30秒。第3步，坐姿抬膝，慢慢抬，停1秒，慢慢放，做60秒。如果已经很熟练，可以浓缩成20秒。第4步，骨盆侧抬，左右交替做40到60秒，至少每边做10到12次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做，建议你这样分配时间：踝关节绕圈1分钟，坐姿抬膝1分钟，骨盆侧抬1分钟，总共3分钟。等你熟练了，可以缩短到2分钟左右。现在，我希望你立刻开始实践。今天早上起床就试试看这3个动作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在台湾的父母、祖父母或者任何需要的长辈。也请在留言区写下
我是晨间动能者，让我知道你已经开始行动了。记住，预防跌倒，从每天早上的5分钟开始，你的平衡、你的健康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安全稳健地迎接新的早晨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